講起我最愛嘅蒙面超人 Kuuga， 相信咁多位 fans 一定睇過唔少關於佢嘅廢案、原稿或者係設計圖。但係你哋又有冇聽過當中背後真實嘅設計故事呢？大家好，我係英雄，歡迎嚟到港式英雄傳。今日想同大家透過講故事嘅形式，一齊代入真實設計師嘅角度，了解一下當時係如何透過結合各種元素，從而誕生出蒙面超人 Kuuga。繼昭和年代最後一部蒙面超人電視影集作品 Black RX 於1989年完結之後，蒙面超人復活嘅計劃喺10年後，即係1999年重新開始。當時東映嘅高志先生獲提拔為監製，佢對於新嘅蒙面超人作品強烈提出2大要求：一、有蒙面超人風格；二、要與現今為止嘅蒙面超人唔同。令我諗起老細臨收工前備嘢我做，仲叫我唔使今日交，聽朝返工前交得㗎啦。抱住呢個看似強人所難嘅要求，新英雄嘅設計工作由石森製作以及 Plex 2個團隊合作。為咗摸索出符合千禧年嘅新英雄模樣啊，佢哋反覆試驗，希望製作出符合新時代嘅英雄。我哋亦可以藉此觀察到石森製作及 Plex 2個團隊通過設計圖不斷進行良性競爭。而為咗方便各位理解故事嘅發展，可以先記低3位重點人物：老闆即係東映嘅高志先生，然後就係社畜1號石森製作飯田先生，社畜2號協助 Plex 團隊設計隸屬於萬代嘅野中先生。時間返返去1998年，亦係蒙面超人復活計劃嘅前一年，東映以及石森製作曾經討論過一個名為蒙面超人 Cross-V 嘅節目企劃。Cross-V 嘅名字來源係因為由始至今，由蒙面超人1號至到蒙面超人 J 共有14個蒙面超人，所以今次係第15位蒙面超人，因而使用羅馬數字嘅15。但係可惜最後並未能製成節目。不過喺設計方面， Kuuga 最早期嘅設計方案係基於蒙面超人 Cross-V 為藍本嘅。Plex 作為東映英雄設計嘅主力，佢哋亦曾經參與過蒙面超人 Cross-V 嘅製作，並提出咗變身成多種形態嘅蒙面超人呢個諗法，亦都為咗後來 Kuuga 嘅形態轉換設定鋪路。我哋一齊嚟睇下 Plex 團隊交嘅第一份功課係點嘅。佢哋以蒙面超人 Cross-V 作為基礎，提出4大以州同埋國家作為各形態主題嘅方案。首先係以非洲大草原為藍本嘅設計，暫稱幻影騎士。其後更改為以日本為藍本嘅形態，暫稱忍者騎士。第二，使用中國武術嘅形態，暫稱龍騎士。使用槍嘅形態，靈感嚟自於北美洲，暫稱槍騎士。靈感嚟自使用大劍嘅歐洲，暫稱裝甲騎士或者係劍騎士。Plex 團隊野中先生直接向東映嘅高志先生遞交埋完整上色繪圖。睇到呢啲有趣嘅諗法以及繪圖之後啊，高志先生就馬上接受咗形態轉換嘅方案。由呢個時候起，佢哋就開始探索以多種形態轉換為前提嘅英雄設計啦。睇完 Plex 團隊嘅功課之後，我哋又一齊睇下石森製作交咗啲乜嘢出嚟。石森製作嘅第一設計係以奇幻元素為形態主題嘅蒙面超人 Otis。呢個企劃嘅方案係基於 Plex 團隊嘅設計嘅，方向轉變成古代奇幻嘅主題，列出咗5種形態，分別為基本形態、龍形態、槍形態、劍形態以及忍者形態。但係因為之後變成為古代嘅主題，所以忍者就改作回力鏢。而交出呢份功課之後，東映嘅高志先生就俾咗一個回應，其實唔需要太繁雜嘅設計嘅，只係需要好似美國漫畫英雄咁簡單就 OK 噶啦。例如採取雙色調呢一類型比較簡潔而又有美感嘅設計。其後石森製作交咗第2個設計出嚟，呢個設計係由石森製作嘅飯田先生所畫，反映出佢嘅諗法係喺身體上加入漸變色，而唔係加入過多嘅紋理。而協助 Plex 團隊嘅野中先生，亦喺日後嘅訪問當中透露，我每次睇到石森製作團隊嘅設計，總係會令到我心跳加速，受到好大嘅視覺衝擊。
喺依古代主題反覆試驗嘅期間，有人提出咗一個幾關鍵嘅設定，就係加入古代部族嘅刺青，於是就誕生出喺身體上加入有古代感覺嘅紋理呢一個設計啦。同時有人提議第5形態可以列作今昔最強形態，而呢一點亦都係為咗之後嘅升華形態以及舊嘅形態打下咗一個好關鍵嘅基礎。同時 Plex 嘅野中先生正喺度參照手上嘅設計，有咗一個新嘅諗法，就係身體輪廓會因應護具而變化。於是野中先生重新繪畫5個設計圖，佢喺劍騎士嘅肩膊上加上大大嘅護甲，並從中衍生出使用5種唔同嘅護具裝甲為各種形態增添特徵嘅設計。睇到呢個繪圖之後，東映嘅高志先生大讚啊！佢認為劍騎士嘅肩膊係過往嘅東映英雄從未有過嘅身體輪廓。最終呢個設計亦成功保留到泰坦形態嘅最終設計上啦。同時間，石森製作亦有多一個諗法，就係加入奇幻力量。佢哋喺之前加入紋理嘅設計上衍生出另一個主意，就係以花紋嘅形式喺身上加入各形態嘅藍本，即係火、水、風、雷。東映、Plex 以及石森製作三方共同整合以上嘅設計，從而歸納出4大重點： 1. 古代主題； 2. 身上加入花紋； 3. 身體輪廓會隨護甲而改變； 4. 統一面罩。然後佢哋就將呢4大嘅重點套用去到設計圖上啦，最後結成4大定案。面罩係觸角形嘅角，眼睛顏色冇變化，身上有花紋。面罩係觸角形嘅角，眼睛顏色會變化，身上冇花紋。面罩係皇冠形嘅角，眼睛嘅顏色有變化，身上有花紋。面罩係皇冠形嘅角，眼睛嘅顏色冇變化，身體輪廓會隨護甲而改變。而最後呢個方案就被挑選出嚟使用啦。正當我哋認為蒙面超人 Kuuga 終於誕生嘅時候，戲劇性嘅一幕就出現啦。石森製作嘅飯田先生忽發奇想，佢希望 Kuuga 喺細節上有啲部分可以致敬舊作，於是就以石之森老師所設計嘅蒙面超人 Storlonger 為藍本，繼而提出以超形蟲為主題嘅面罩設計啦。Storlonger 嘅口部係突出嘅 Y 字形，於是飯田先生就覺得其實都可以設計成凹入去嘅 Y 字形。最後大眼睛、強而有力嘅角以及尖銳嘅獠牙，深深震撼咗東映嘅高志先生。高志先生馬上向 Plex 嘅野中先生表示希望可以換咗頭部嘅設計，而野中先生亦非常大方咁表示同意。最後三方就共同向超形蟲嘅面罩研究，並確立咗 Kuuga 頭部嘅最終定案。喺不斷嘅研究、設計以及討論之後，三方將身體部分嘅設計方針總結為2點：一係唔使用紋理，繼而以古代文字作點綴； 2係因應護甲而改變身體輪廓。頭部就確定使用超形蟲面罩。最後佢哋繼續修正各形態顏色以及細微嘅部分，就得出咗今時今日深入民心嘅蒙面超人 Kuuga 啦。東映嘅高志先生睇到最終定案嘅設計圖之後，就表示呢個就係新嘅蒙面超人啦。嶄新嘅設計完美滿足，兼且平衡咗高志先生有蒙面超人風格以及要與現今為止嘅蒙面超人唔同嘅要求。果然我哋係唔可以睇小每一位設計師嘅想像力以及功力啊！多謝大家收睇今期嘅影片，如果可以嘅話就記得訂閱關注我嘅頻道，俾個 like 我啦！我哋下期再見。